那么今天呢是一众辩经法会活动上这个解脱庄严论课程的第6天。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比较身体比较没有气力哦，主要是前2天晚上也没有睡得很好，所以因为可能是准备太多事情，有些事啊，所以没睡好。所以好像血压呢也有点高，所以这个肺部呢，胸部也不是太舒服，有一点头晕。那因为今天的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所以我想可能也没办法讲得很好，但会尽力的给予讲说。那么在之前呢，主要是讲到了饶益有情的部分。那么饶益有情的时候呢，有提到要做9种观察。那么9种观察当中，那么前面的4个在昨天讲过了，接着第5个、第6、7、8、9呢，还没讲。但主要因为今天身体状况，还有主要是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想也没办法做太多仔细的解释，所以我想这以后留在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了。所以还剩下5个观察。那么首先第5个就是观察此生与来世，第6个是观察戒律与不善业，第7个呢是观察布施之兴衰，第8个观察众生之种种所欲所求，第9个是观察自法的兴衰哦。那么这个利益众生时的9种观察，在经论当中应该也是有的，但主要这9种列举出来呢，是依据的是巴楚仁波切的教言。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从巴楚仁波切的教言当中呢找到这一篇，就是有提到这利益众生的9种观察哦。那么今天呢，我想会讲完第11品的所有的正文内容。所以我想就会接着念过去正文，某些部分会做解释。那么发行菩提心后有3类学处：增上戒学、增上定学与增上慧学。菩提道灯论云：为助行心体律仪，由善学其3戒学，于3戒学呢起敬重。那么这在昨天几天中呢都做了比较多的详细的解释了。那么
就像在这个《摄大乘论》中提到啊，佛教中的三增上学是比外道的三学殊胜，而在佛教当中来说呢，大乘的三学又比小乘的三学殊胜，所以因此称为增上殊胜。就戒学方面来说呢，有4种殊胜，4种增上啊。戒学方面也有6种殊胜增上，这在之前讲过了。接着呢，在增上慧学上有18种殊胜，这里我念过去一下，是哪18个？那么《摄大乘论》当中就是原文说：无分别智，若自性，若所依，若因缘，若所缘，若形象，若认识，若助伴，若异熟，若等流，若出离，若至就近，若加行，无分别，后得胜利；若差别，若无分别，后得譬喻；若无功用，作事；若甚深等等啊。总之，这里是提到慧学，因为有这18种的殊胜，18种增上啊，所以说大乘的增上慧学是比这个小乘更殊胜的。但这每一个都有很多的解释，都有深深的含义哦。但时间关系就不多做解释。那接着回到解脱庄严论，论中提到，增上戒学即是布施、持戒与忍辱的3项修行；增上定学呢，是指禅定；而增上慧学呢，就是般若。精进则是这3者共通的一个助力。大乘庄严经论云呢，为摄3学故，说度有6种，初3、2、初1，后2、2、1、3。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你看到，主要是提到了，就是3学当中呢，是怎么样的包含了6度哦。那么这和后面呢所提到的，就是3学的数量固定的部分呢，意思是一样的。总之呢，6度它是可以分别的归类到3学当中的。怎么归类呢？首先呢，戒学它的自性，这就是戒律，6度当中的这个第一个持戒本身就是戒律。同时呢，接着为了不贪着衣食财富呢，也需要持戒，因此要做布施。所以布施也算是在戒学当中。再来6度的第3个，就是为了做到4沙门法哦，所以因此要忍辱。所以6度当中的前3个，就是布施、持戒跟忍辱呢，这3者呢都包含在所谓的戒学当中。那还是6度还剩下后面3个。那么这个6度当中的禅定是什么呢？定学的自性就是禅定，然后再来还剩下智慧，慧学的自性就是智慧啊，所以这个很清楚，它就是必须归类在定学跟慧学当中。那么精进最后剩下精进了，精进呢是共通3学的，所以3者都需要的。就说精进是这个共通3学的。总而言之呢，这个3学你如果要圆满做到，前提就是你要具备了6度的修持。而另一个角度来说，3学呢，则是这个6度修持的一个精华哦。所以这一段呢，主要就是提到6度跟3学的关系是什么啊？就是6度是怎么样被融摄在这个3学当中。接着回到这个论文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布施、持戒、忍、精进、定、般若，如是6度行，摄行心学处。
大宝积经，善被菩萨会也云：善男子，是六波罗蜜，菩萨常当具足。何等六？檀波罗蜜、尸罗波罗蜜、然后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六度呢，可以从概论与细说两个方式了解。首先是概论，数顺序决定，定义及词义，分类及统摄，六要设六度。所以这里呢，你会看到，这里是透过两个方式的，就是概论跟细说。那么这个第11品可以说是一个概论的方式来讲说，所以概论的方面就是有数量固定啊、定义啊等等、顺序等等来概说。首先6个部分是概论的部分的第一个呢，就是六度的数量固定。所以回到解脱庄严论的主文这里说六度的数量呢是固定的。从世间安乐与出世间安乐的角度来看呢，其中的3类行为能够成就世间安乐，另3类行为则能创造出世间安乐。首先，布施成就财富，持戒成就良好的身体，而忍辱成就眷属，这3者能够成就世间利益。精进增长功德，禅定成就极致，般若成就升观，这3者则能成就出世间利益。大乘庄严经论云呢，资身生眷属。一般来说呢，这里六度的数量是固定的。那么这个在大乘庄严经论，弥勒菩萨撰写的大乘庄严经论呢，那么主要是依循了像大般若经啊、华严经和大宝积经里面的思想。所以因此说六度的数量呢是固定的。那么有在庄严经论当中谈到的这个6种数量固定的情况，还有在这个摄大乘论当中也有提到。首先呢是为摄自利3事故，利波罗蜜数唯有6。第二个是为摄2利6事。第3个呢是显示为摄利他6事。再来是显示为摄大乘4因。再来是显示为摄大乘6道故。再来是最后一个是为摄3种增上学故所以等等这些6种原因，所以波罗蜜多的数有6个。那么在解脱庄严论当中，内文当中主要是在讲解为摄自利3事的部分，而第6条这里说为摄大乘6道呢，第6条是为摄3种增上学呢，这其实在第一品，在这一品的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了。那么总之这里不需要每一个这6个都讲我想只要讲一下第1条因为解脱庄严宝论这一论庄严论主要就是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所谓的为摄自利3事故，利波罗蜜数唯有6，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一个菩萨他他如果要成就这个自利，也就是增上生呢人天善趣，就成就自利，也就是成就增上生人天善趣的话，就一定要具备六度，就一定要具备六度的修持，就是所以少一个也都是不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先举个例子，像如果我们来世想要得到一个好的人生，而且是具备了顺缘的人生，没有远离各种逆缘的一个人生的话，我们就需要具备六度。那么第一个六度当中的要具备的就是比如说布施，因为我们投生为人，我们需要圆满的吃的呀、住的啊、各种生活的资具，所以为了帮助我们得到圆满的资具，我们就要布施。再来第二个是要持戒哦，这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人生，而且是外在看起来哦，这个人长得很好，无论是身形还是肤色都很好。同时要好的人生，我们第三个就要修持忍辱哦，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亲人朋友都能够和睦相处哦。再来第四个，如果想要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所行一切事情都能够圆满，那么就需要具备精进。第五个就是要修持禅定，这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得自在。第六个是要有智慧，能够帮助我们不颠倒的、正确的看清所有的事情。所以就是从来世要投生为人，得到投生人天善趣的话，要得到自利的话，那就需要六度。尤其对于一个行持菩萨行的菩萨来说，要成就自利人天善趣，更是一定要具备六度的。那么就像在《摄大乘论》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哦。那么念过去哦，何因缘故，波罗蜜多唯有六术，成立对治所智障故，正诸佛法所依处故。再来是随顺成熟诸有情故。你看到有提到三个，这里第三个叫随顺成熟诸有情哦。这个和之前我们看到《大乘庄严经论》中所谈到要成熟有情哦，应该是一样的意思。总之呢，你会看到，虽然六度就是这么六个，但是呢，前面经论当中却说了那么多，它要有六个数量要固定的原因。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因为呢，无论菩萨是他为了这个成就自利，得到人天善趣，得到增上生，或者为了成就自他二利，或者只是为了利他哦。总之，菩萨的任何作为，不分大小，都不能够没有六度。所以呢，会在这里反复的、不断的强调讲说。所以会从不同的角度，然后反复的来强调这个六度它的重要性，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更好的认识到这个这个的重要，对于一个菩萨来说的重要性。再来，论中谈到第二六度的顺序是固定的。
论文谈到说，6度的顺序固定，是指我们的内心培养出6度的顺序是固定的。布施让行者不在意享受以真实的持戒，而具足戒律即能成就忍辱，具备忍辱方能投入精进，精进培育出禅定，平等趋入禅定，方能正确如实的体认实相。亦或这6者的顺序是由浅入深的步骤，前教授者浅，后教授者深，也可以说他们是由粗入细的顺序，容易实践的粗分先讲解，难以体会的细分则后解说。大乘庄严经论云：前后及下上，粗细自立起，如是说6度，不乱有3因。所以这里主要是说到6度，它的顺序呢是固定的。所以首先是布施开始，接着是持戒、忍辱等等这样的顺序排列，它是有这个它的原因的。所以这里提到说，有3种原因，可以从3个方面的原因来说明。第一个是升起的顺序，前后升起的顺序第二个是优劣上下的顺序，第3个是粗细的顺序。首先第一个，这里提到前后升起的顺序它指的是什么呢？就像是对于饮食财富，如果能够没有贪着的话，你才可能持戒而且你这个持戒才能够清净。再接着，所以第一次是有布施，你才可能做到持戒再来，你能够止恶，就是摄律仪戒能够做到，能够止恶。那你知道这是恶，这是不该做的。你有这样子的做到持戒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对于像是伤害你的人、敌人安忍，而且不生嗔心。布施做到，持戒就做到。然后就能够忍辱再来，如果你能够安忍痛苦的话，你就能够不畏困难，心生欢喜这就是精进。所以这里的安忍是指说，你如果对于各种的困难、痛苦，你都能够安忍的话，不畏各种的艰难的话，你内心是坚强的，你的内心的这种欢喜是不会间断的，所以这就是精进的意思。再接着，你有了精进的话，所以精进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于刚刚谈到心生欢喜，你对于这种善行，你能够无分昼夜的这种不受到任何其他原因的影响而散乱，专注的在善法上去行使的话，这就是精进。当你能够很好的驾驭自心，那么你能够有了这样不散乱的禅定的话呢，有这样精进的话呢，禅定就很容易升起那这就是禅定了。那如果你具备了这样子能够驾驭自心，然后助于这样善所缘的禅定的话呢，你就能够轻易的了悟真实实相，这就是智慧。所以你会看到，有了布施，持戒就很容易升起；有了持戒，安忍就容易做到，等等。它是有这样子的前后升起的这样一个顺序，所以说这个顺序是固定的。再来第二个，6度从优劣上下的顺序上来说是固定的。其实一般来说，比起在净土持守无量戒律的利益，在不净刹土中持守一条戒是更有利益的。或者一般也会说，比起资粮道菩萨的持戒，登地菩萨的持戒是更加殊胜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于你的身份，就是你的所依人生是什么，再加上你的对境和发心的不同哦，因此会有这种优劣的差别。但是如果一个情况是，当这些所依对境和发心都相等、都一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比起布施衣食哦，如果你能够不杀生更加殊胜，就比起布施持戒更加殊胜。那么，比起不杀生，就是所谓的持戒的话，那么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然后你能够不起仇恨心、嗔恨心的话，是更加殊胜的。那比起你不起嗔恨心，更殊胜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不分昼夜的精进于善行了。那比起这样子精进于善行，更殊胜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心能够入定，专一入定。那比起心的专一入定，更殊胜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智慧般若，就是了悟四谛，这是更加殊胜的。所以你会看到，由于这个后比前更加的这个优胜啊，就是所以呢，它六度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就从优劣上而做的这种排列。那么再来从粗细上而做的顺序排列。虽然不见得布施是比持戒容易，或者说也不见得安忍比精进困难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就一般的我们说在家人来讲的话，比起布施呢，持戒是更加困难做到的，是更不容易做到的。而要对于轻视自己的人呢，你要能够安忍、忍辱，那又是更难做到的。所以比起能够忍辱，你要能够一生都投入精进在这种文思修上的话，一般在家人是更难做到的。那比起一生精进于文思修，更困难的是什么呢？是修持止的禅修。那比起这个修持止，更困难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了悟空性的这种圣观的智慧要升起呢，是更加困难的。所以虽然这里说叫粗细但可以说它是从难易的角度来说，就是后面的你会看到比前面，就是后面的因为比前面更加的困难，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顺序的安排所以这里用粗细来形容论中用粗细，但我觉得它的意思也代表是难易程度，它用粗细来做这样子的形容。再来第三个论中提到六度各自的定义。菩萨的布施等六度，其定义上具备四项特色：战胜凡方，培育无分别智，圆满众生的愿望，与以三乘法成熟利益众生。大乘庄严经论云：分别六度体一有四项：智、障、及合智、满愿、意成身。那么在讲解这个六度各自的定义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布施等等六度的每一度的它的自性和还有尤其布施度的这样子的自性的定义也好，它的自性分类也好，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解释的。在入行论当中、瑜伽师地论中、辩中辩论和摄大乘论当中呢，
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每一度它的定义，还有它的分类的说明。但这里你看到主要依照的是大乘庄严经论的解释哦，而这部大乘庄严经论是透过了4项特色去做解释。这4个是什么呢？就是从智障、合智、满愿、成身这4个部分来说，也可以说是从所断、对治和作用和就近等等这4个定义上和特点上做解说。那么我不会每一度都说，我们就以布施这一度来说啊。首先，它的对治障碍是指对治什么障碍呢？是所断对治的是布施的反方，就是吝啬。再来，它的对治呢是具有无分别智。再来，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也叫做第3个叫满愿哦，就是暂时圆满他人的愿望，究竟是安置众生于3乘任意的涅槃哦。第4个是成身哦，所以叫究竟。但是呢，因为这一部论是承认只有1乘的大乘不共的典籍，所以这里会说，成熟利益一切有情哦，是成就这个究竟的圆满的佛果，而不是3乘任意的涅槃，而就是究竟的圆满的佛果这样的涅槃。再来第4个呢，是谈到的是6度的慈意哦。那么，首先主论文字上说什么呢？说慈意上断除贫困者为布施，能得清凉者为持戒，忍耐愤怒者为忍辱，实践殊胜者为精进，内摄自心者为禅定，理解圣义者为般若。这一切都能令行者度过轮回，到达彼岸的涅槃，因此称为度。大乘庄严经论云：除贫亦令良，破嗔与见善，心持及真解，是说6行义。所以这里提到的6度的说它是慈意哦，那其实指的也就是一种释词，一种解字哦，说文解字这样的字义上、字面上去做解释。然而在这里提到的6度的所做的词义解释，主要是梵文上的6度去做的解释，所以你藏文没有办法直接去解释。那举例来说，所以说断除贫困者为布施，但是如果你说布施这个字本身是不是就有断除贫困这样的意思呢？所以其实我们要看的是布施它的梵文本身是什么，因为布施它在梵文当中就具有这个字义上就具备了断除贫困的意思，所以应该要从梵文本身去做解释。但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再加上自己其实也不是精通懂得梵文哦，所以就不多做解释了。以后可能自己再多学一些，然后再多有些时间的话，再从这个词义上再做解释。再来第5个呢是6度的分类。6度的分类呢，可以细分成布施之布施、布施之持戒等等。所以每个6度可以分成6类，6相乘共36种。现观庄严论云：有彼等别别，皆摄施等6，故披甲修行66如经说。那么6度的分类这里论文这一段，它主要要说的是什么呢？那么这里是举例来说，像过去在这个战场上那是过去的战争，不是现代的，和现代不同。
所以在古代的这些像战场上的时候，你需要准备具备很多的一些条件，才可能这个赢得胜利。首先，比如说你必须要穿戴这个身披铠甲再来呢，就你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不够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援军而且他们也要有充足的这些武器譬如说要有剑啊、矛啊等等的。那么，然后在古代来说，你光有这些器具还不够，你要真的在像古代形式面对面的会这样子去打杀的，你还有能力跟方法打赢对方。所以同样，你看在论中。县官庄严论当中呢，也提到了甲铠阵型、去入阵型、资粮阵型和出身阵型等等。所以这其中就有谈到第一个披甲阵型，或者说铠甲、甲铠的阵型就是透过了这个6度来讲说的其实在讲的就是6度。所以这个披甲或者说铠甲它就是透过6度讲到的就是6度，就在县官庄严论当中的披甲阵型讲的就是6度就像是战场上刚刚的比喻如果你没有穿戴一个完整防护的铠甲，保护好你的头部和全身各部位的话，那么敌人就可能伤到你的弱点，就是你没防到的那个部位。那这时候你其他部位防得再好，头盔再戴得再坚硬的头盔也会失去了意义了。就像是这个比喻，如果6度当中你只是持戒持得好，但却忽视了其他5度的修持的话，那么你那些忽视5度其他5度的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弱点，而让各种的相违、相反、烦恼等等趁虚而入。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全方面的做好坚固的防护，不让这些相违处趁虚而入，而且因此6度各自本身也要完整具备6度，比如说布施的布施、布施的持戒、布施的忍辱等等。所以你要穿戴起布施的布施铠甲等等。总之呢，你是要具备了坚固的铠甲不让相违，不让这任何东西伤害到你自己。举例来说吧，就像是美国国家元首吧，他无论去任何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四方都会有这样子的护卫队，这个四方四围，反正四面八方他都会受到这个保护的。然后再来一个是6度的归属。那么这里说6度呢，可以浓缩在2种资粮中，也就是布施持戒属于福德资粮，般若属于智慧资粮，而忍辱精进和禅定3者则同时归属于福德和智慧2种资粮。大乘庄严经论言：除2为福体，第6即是智，修32举因。正法如意摩尼当宝解脱庄严论论述6度品第11中。所以这里又提到了其他浓缩的6度可以不同的归纳的方式。你看到这里是归纳在2种资粮中，所以我之前记得也有提到过6度可以归纳到3学当中。
那同样六度在这里也可以归纳到两种资粮中等等，有很多种不同的归类方式，这之前有谈到过。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六度可以浓缩在两种资粮中。我觉得这和前面谈到六度浓缩在这个三学的方式是不同的。前面归纳在三学当中，主要是从一个菩萨实践的角度来说，所以菩萨的三学主要就具备六度的修持。总之呢，那这一品是讲完了。那我希望未来呢，可能在解释的时候，真正撰写这个注解的时候，会再写得更细哦。那这一次课程授课上，可能没办法讲得太细了。总之呢，这次呢能够有机会在蔡蒙比丘尼辩经法会上讲说这部由贡波巴大师撰写的《解脱庄严论》，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是藏族谚语说，就是你放在前面、放在后面都不行的一个人，都能力不够的一个人总之，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指引各位的今生和来生、带领各位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也就像一句话说，病时这个狗油也用得上说的一样。总之，如果我的血肉骨头、我的魂魄、性命有用的话，对人有帮助的话，那就算只贡献那么一点点，我都希望能够供养出去如果真的帮到了各位，我也觉得那真的是自己的福气。总之，我这一次为各位上课呢，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就是像是给各位一个礼物，供养各位的一个心而做的讲说。自己呢，从7岁开始，可以说就活在别人的这种规划和别人的一个管理下所以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自己并没有特别的什么规划和期望，事实上也可以说是根本没得选择了。所以只能说是这个随业流转就是被自己过去所造的这个业风四处牵引着，这样去漂流着。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因为上师还有佛法僧三宝的大悲的一个加持之下无论自己遭遇了多大的困难，或者自己有任何的问题和过失，我还是呢能够保有那么一念善心，一念，而且我的个性呢其实比较单纯可以说像是比较有赤子之心吧，所以不是那么复杂，也没有什么这种坏心眼。就算有的时候想要升起一些坏念头，也最多维持几个小时吧。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总之我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因此很多人看到我总是板着脸有些人就以为我呢大概脾气不怎么好，还是呢以为我是那么一个总是在那里沉思着什么的一个老头子一样但我并不是这样的那也有些人呢觉得呢我呢上课总是喜欢讲那么多，讲很多大概是他想太多了，是个很喜欢这个很喜欢说，很喜欢高谈阔论的一个人吧我也不是那样，
其实呢，我平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啊，话也不多。总之呢，我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和你们各位都一样的。我并没有4个手背，也当然没有6个手背哦。但是，的确呢，我的一生和各位是不同的。你们看到的我呢，是背负着这样一个殊胜名声的一个人，然后坐在一个高高的法座上。但是呢，你们都没办法知道我背后的这种辛酸跟苦乐是什么。尤其呢，我是在如此复杂的这种政治宗教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哦，所以我的确受到一些人的赞美和寄托，但也受到另一些人的这种鄙视和诋毁。总之呢，有人在我的头上撒花，也有人呢朝我的头上的倒垃圾，但也因为他们的这种恩德吧，可以让我体会到人生的各种辛酸苦乐吧。但无论如何，别人眼中的我和现实的我是一样的吗？其实是不同的，真的是不一样的。你们眼中的我和现实的我是不同的。当然，我们一样的是什么？就我们都是一个凡夫，都是一个凡人。我们可能都有各自自己的名字，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有不同的行业。但是我们都是人哦。然后我们也都尽力的这个生活，尽力的去思考，尽力的工作。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一生中呢，最大的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灰心。然而，这种自信心，它不会自己消失的。当然，这个自信心也不可能去跟别人借来。所以，自信心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只有你自己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才可能得到的。至于能否找到自己的自信心，并不是环境的影响差别，而重点还是你自己。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能够有信心、有自信心，然后以这个所有的尼众为己任，然后尽力的这个修持和努力的话，那我们相信未来这个参摩比丘尼这个活动，对于整体佛教，尤其对于尼众的闻思修上呢，都会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基础。那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协力的努力哦，也必须齐心协力哦，我们才可能真的为佛教、为教法做些事情。所以希望各位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不要灰心，都要这样努力。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提醒自己的。总之呢，在没有成佛之前，在没有得证菩提之前，我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一起利益众生，一起为佛教、弘扬佛教做些事情。希望我们一起这么祈愿，谢谢。